迎收睇灣區全媒體。大家好，我係梁海寧，我係陶婉琪。灣區全媒體係粵港澳大灣區主流媒體聯合製作嘅節目，當然會帶好多新資訊俾大家啦。炎炎盛夏，首先帶大家去廣州南沙品嚐兩款清甜消暑嘅時令鮮果，之後會帶大家去杭州直擊中華穿山甲同水中大熊貓、桃花水母等珍稀物種嘅身影。另外會再去睇蘭州高蘭縣嘅白蘭瓜係點樣透過科學種植而促成大豐收。今集節目非常豐富，事不宜遲，即刻去第一站南北快閃，了解各地嘅最新資訊啦！位於深圳嘅馬廬山郊野公園，隨住連日大雨，山流水位上漲，係欣賞瀑布奇景嘅最佳時機。市民如果想一睹壯麗山景，只要由郊野公園西北面嘅碧嶺入口起步，沿步行徑向上行大約10分鐘，就可以到達兩個著名嘅觀賞位置。首先睇到係氣勢宏偉嘅單級馬廬瀑布，大雨過後激流由高處直瀉而下，水響如雷。而緊隨其後就係華南地區少見嘅碧嶺瀑布群，整個景區由5層瀑布加上超過20個大小水潭串聯而成，遊客可以沿溪流漫步，欣賞到形態各異嘅山水風景。不過要提醒大家，雨季行山要安全至上，一旦遇上暴雨或惡劣天氣，切記要聽從景區工作人員指示，即時撤離危險區域。江蘇無錫舉辦嘅千年雲岡嶽洞靈山2026年靈山博物館季暨雲岡石窟世界文化遺產特展，利用頂尖科技將千年歷史嘅佛教藝術帶到長三角地區。今次展覽特別展出40套珍貴文物，以高精度 3D 打印技術複製而成，完美呈現雲岡最具代表性嘅3個洞窟。觀眾可以一次過對比石窟喺早中晚3個時期嘅藝術演變同文化特色。除咗展示還原洞窟，現場更首次完整展出七立佛嘅造像系列。現場仲呈現著名嘅第20幅露天大佛佛手嘅超真實複製品，觀眾可以近距離感受北魏時期皇家石窟藝術嘅精湛工藝同宏偉氣勢。福建福州嘅松山文化園經過翻新之後，憑住精緻又有特色嘅口袋公園設計，入選為全國口袋公園建設典型案例。整個公園改建工程特別圍繞園內2棵百年老榕樹嚟規劃，將福州本地嘅市花、市果、傳統馬鞍牆建築、後餘手工面線嘅民間工藝同埋名人故事融入其中。周圍都充滿福州嘅本土情懷，同時公園亦都加設咗多項大眾化設施，包括健身設施、兒童遊樂場同長凳，既美觀又實用，為市民建造出全新嘅休閒空間。蘇州常熟近日引入第一部智能除草機器人喺水稻田試用。機器人設計原理係模仿鴨仔落田吞食雜草，主要靠底部嘅毛擦掌高速轉動，攪動泥水變得渾濁，從而有效隔絕陽光，令雜草冇辦法進行光合作用而自然枯萎。整個過程完全冇使用任何化學除草劑，非常適合推廣到有機種植。加上機器人可以大幅節省人力，有效降低耕作成本。機器人具備自主導航系統，可以喺稻田內自動規劃路線，而且採用太陽能充電，只需要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就可以實時監測機器人嘅工作狀態、剩餘電量，甚至遙距設定工作任務，令耕作變得智能科技化。新疆今年第一班天山號旅遊火車專列日前已經喺烏魯木齊站出發，接載咗接近150名嚟自長三角地區嘅遊客前往北屯市，展開11日嘅南北疆深度遊。天山號係當地鐵路部門喺2023年創立嘅旅遊火車品牌，
近年憑住高舒適度同高性價比，一直備受好評。今次行程採用火車結合汽車嘅聯運方式，帶領遊客遊覽天山南北10幾個著名景點。另外，主辦方喺住宿方面特別安排咗5晚火車加7晚酒店住宿，利用夜間行車時間跨越景點，同時又確保旅客每晚都可以得到充分休息，避免舟車勞頓之苦。著名中國民間傳說《白蛇傳》歷年嚟多次被改編成電影舞台劇。喺13年前改編自《白蛇傳》嘅舞台劇《青蛇》喺廣州首演，轟動整個華南話劇界。相隔13年，呢一出經典劇作再度重現啦。係啊，舞台劇《青蛇》最近登陸廣州藝術季，今次重演係由中國國家話劇院嘅新一代年輕演員擔綱，透過科技結合舞台美學，將經典嘅水漫金山以極具視覺震撼力嘅形式呈現。經典劇目相隔13年重現，一定好有睇頭啦！我哋都即刻去廣州大劇院先睹為快啊！舞台劇《青蛇》喺2013年首演嗰陣，就已經被劇迷視為話劇界嘅經典之作。相隔13年，劇團將經典換上新貌，改由新一代嘅演員獨當一面。日前登陸廣州藝術季，故事將大家熟悉嘅民間傳說《白蛇傳》重新解構，將人、佛、妖三界之間嘅愛恨恩怨，用現代人嘅角度重新演繹。早前舉行嘅觀眾見面會上，4位年輕嘅主角一出場，就已經展現出非常鮮明嘅個人風格。會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說我們會在劇情上會更趕，然後也會更衝一點。他為什麼不能去做出這個抉擇？他為什麼選擇了逃避和懦弱？我希望能讓大家更看清許仙這個人，更明白他的所作所為到底是從何而來。除咗全新陣容，今次演出全面引入數碼科技喺舞台視覺效果之中，配合水幕同 U 型水池特效，提升現場震撼感同空間感，務求為觀眾帶嚟嶄新體驗。我們可能會有一些特寫會在我們的雨絲簾後面，它會有也是比較朦朧的那種，它也不會打破這個劇的意境，又能呈現出我們的一些微表情。還有就是3層空間，就是它也是會在舞台上有一些體現。希望大家當看完這個戲的時候，其實是會有所動容的啊，是從一部神話故事裡啊看到了我們真正在生活當中的影子，對於信仰、對於愛、對於自己的理解和堅持的一種看法吧。最近廣州市文化館舉行雙城匠心廣州景德鎮民間工藝交流展，現場混集咗廣州同景德鎮兩地嘅工藝大師，超過100件嘅手工藝代表作。現場展出多位國家級同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嘅作品，當中包括享負盛名嘅景德鎮陶瓷同埋廣彩珍藏，非常有代表性。我哋而家就去到現場欣賞下呢一啲精湛嘅工藝品啦。雙城匠心廣州景德鎮民間工藝交流展特展，分為廣州同景德鎮2個展區，涵蓋陶瓷、剪紙、木雕同廣繡等7大傳統工藝。廣州展區重點展出一系列充滿嶺南特色嘅廣彩珍藏，而景德鎮展區就有多件代表作首次移師到廣州展出。例如有採用深浮雕技藝嘅素瓷雕刻作品，海水雲龍紋冠展現嘅紋樣層次分明，工藝巧奪天工。可以不需要用任何的其他的裝飾，比如說上釉，它都能體現出瓷的那種細膩啊，類似像玉的。啊，景德鎮的這個瓷器的最高境界呢，其實也是追求類似像玉。啊，因為這也符合中國人對瓷的一種審美。廣彩同景德鎮瓷器背後有深厚嘅歷史淵源。早喺300年前清代，景德鎮生產嘅素白瓷胎會經由贛江同珠江流域運抵廣州加工上色。正係呢種歷史悠久、跨省合作嘅供應鏈，直接催生當年遠銷海外嘅廣彩瓷。
景德鎮的青花瓷，然後路途遙遠，到廣州之後呢，它的易碎，所以呢，其實有一批比較聰明的這些藝人，他們就把景德鎮的白瓷胎運到了廣州，在廣州之後呢，加彩以後來重新繪製，這就促成了我們廣彩的這個誕生。所以其實我們歷史上廣州和景德鎮的淵源是非常深厚的。展覽除咗展出多件精美工藝品之外，由即日起至8月期間，廣州市文化館亦都會舉辦一系列嘅講座、工作坊同展銷活動，公眾可以親身體驗兩地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工藝。炎炎夏日品嚐消暑又鮮甜嘅時令水果，當然係最佳選擇啦。最近南沙嘅欖核鎮同萬頃沙鎮，當地嘅紅心火龍果同雞心黃皮又到咗盛產期，果園更加開放俾大家親手即摘即食，體驗田園樂趣啊！聽落真係非常吸引喎，一於即刻出發去南沙摘水果啊！欖核鎮一個大約8畝大嘅果園入面，果樹上掛滿咗飽滿圓潤嘅紅心火龍果，剝開外皮，果肉呈深粉紅色，口感清甜不膩，水分充足，散發一陣天然果香。水晶紅肉火龍果，佢嗰個食嗰度方面咧就比較好食嘅，爽肉嘅，就比較甜啲，比其他啲火龍果。到差唔多元旦啊，元旦後10零日都有嘅，10零日都有嘅。今年價格係一般啊，今年價格係我零售都係4、5蚊一斤嘅。今年果園負責人表示，火龍果嘅採摘期會因應開花嘅時間而有所差異，好似園中呢一批紅心火龍果咁啊。最佳嘅採摘期大概得1個星期左右，至於其他表面仍然青綠嘅果實，就要等大約10幾日，積聚足夠嘅糖分之後就會成熟。至於南沙另一邊萬頃沙鎮嘅果園，受到高溫天氣刺激，雞心黃皮今年提早成熟，40幾棵超過10年樹齡嘅黃皮老樹進入豐收時節。黃皮一向有正氣果之稱，喺中醫角度有健胃消滯同埋止咳化痰嘅功效。呢啲老樹嘅黃皮咧就皮薄餡靚，食起上嚟咧嗰個味道咧就係我哋老黃皮嘅味道。夏天嘅時候咧，我哋滾湯就將10零20粒黃皮切開佢，就將啲核擠晒出嚟，跟住咧滾瘦肉湯啊，嗰個風味好好嘅，消暑解渴。2026年廣東省博物館月嘅活動評選結果最近出爐，其中東方奇觀廣作珍品中的文明對話展覽就憑住極高嘅歷史同藝術價值而成功獲獎。除咗展覽獲獎之外，由中山市博物館聯合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舉辦嘅文化活動，亦都榮獲優秀組織獎。咁究竟相關象徵中西文化交融嘅廣作工藝珍品有咩睇頭呢？我哋而家去感受下呢一份獨特嘅文化魅力啊！古代嘅香山，即係今日嘅廣東中山，曾經隸屬廣州府管轄，兩地文化可謂同根同源，商貿往來亦非常密切。由於深厚嘅歷史淵源，令到今次嘅廣作精品展具備特殊意義。東方奇觀廣作珍品中的文明對話展覽，一共集結咗100幾件精選嘅廣作工藝珍藏，亦都係中山市歷年嚟首度將當地嘅廣作工藝精品進行大規模嘅集中展出。我們中山市博物館呢，以往已經有了一些廣作精品的收藏啊。這一次呢，我們就找到了機會和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達成了合作，就把兩館的廣作的精品做了一次大規模的集中，包括我們以往比較經常見到的廣繡啊、廣彩瓷啊、還有扇子啊這些類型，還有一些我們比較少見的，就是各種外銷畫啊、銀器、漆器還有貝雕象牙雕。今次展出嘅廣作珍品種類非常多元化，涵蓋古人嘅餐飲器具、服飾同埋家居陳設等等。展品最大嘅特色係中西交融。現場除咗有充滿嶺南色彩嘅中式傳統作品之外，
亦都可以睇到當年專門為海外市場訂造、印有西式圖案紋樣嘅器物，反映當時廣東工藝大師將中西方美學完美結合。因為我們本身這個展覽就是在策展上也做了很大的創新，策劃了很多有趣的活動，讓大家能夠親身感受到怎麼樣去創作這些廣州的藝術品。展覽首要價值是以物證史，還原18到19世紀廣州作為全球貿易樞紐的特殊歷史坐標，自漢代廣州開啟海上絲綢之路後，至晚清廣州成為中國唯一對外官方口岸，非洲象牙、東南亞異木、歐洲珐琅技藝、景德鎮白瓷原料經遠洋匯聚嶺南，讓廣州成為集原料、加工、定製、外銷於一體的世界級手工藝生產中心。一件件廣州器物都是大航海時代全球商貿網絡留存下來的實體檔案。今次展出嘅廣作歷史文物內容豐富，大家不妨親身去到中山市博物館參觀，親身感受中西合璧嘅廣作工藝美學。一到夏天，各地花卉正係盛開季節，令人賞心悅目。其中喺山西太原嘅各大公園，繡球花就開得好燦爛。特別係康培稻田公園，現場有3000幾棵繡球花同時盛開，層層疊疊嘅粉藍同粉紫花海，令成個景區充滿夏日嘅浪漫氣氛啊！聽落真係非常吸引啊！我哋馬上出發，帶大家去欣賞呢片夢幻花海。彩色花海位於太原稻田公園內嘅稻前芳心樂園，園區今年特別培育咗無盡夏同藍寶石等幾十個繡球花珍貴品種，當中涵蓋經典嘅粉紫色同埋粉白漸變色。花田經過園藝師精心種植同進行景觀設計，視覺上形成一片連綿起伏嘅彩色花廊。花海之中仲設有蜿蜒嘅行人路、旋轉木馬同埋立體花牆，營造出好似同法國莫內花園一樣嘅印象派浪漫氛圍。這個顏色像紫色、粉色，還有那個白色都有，然後就跟那個莫奈花園一樣，顏色特別豐富，好看。繡球花有很好的寓意，就是很幸福。我跟我兒子還有我媽媽，我們一起過來拍照，把那個美好的寓意帶回家。我覺得這個繡球花跟這個旋轉木馬在一起，很童話的感覺，挺好看的。第一次就是帶孩子來玩的時候沒有玩盡興，然後這一次自己一個人來，在這裡吧，其實小朋友也有小朋友的，能找到他們的樂趣，大人拍照打卡的也不錯。就是看到就心情特別愉悅，特別繁花似錦的那種感覺。就近幾年就是建設的特別好，都挺高興的來到這兒，各種設施玩得挺，它比較集中，孩子們各種各樣的都能玩到。稻前芳心樂園結合咗生態農業同休閒旅遊，充分利用原本嘅樹木同林地，再大規模增設繡球花景觀，既保留自然生態，同時亦都為城市居民提供一個親近大自然嘅多元休閒空間。這種花卉天性偏愛半陰環境，不可以暴曬，這裡植被覆蓋率高，打造出半陰的環境，適宜繡球花生長。為應付賞花人潮，園方加派人手進行日常園藝維護同景區清潔，以維持植物景觀品質。浙江杭州近年積極優化生態環境，令到當地不時都會見到珍貴稀有物種嘅身影。繼早前喺淳安縣成功放生一隻國家1級保護動物中華穿山甲之後，最近有生態專家喺蕭山區再度發現被譽為水中大熊貓嘅極危物種桃花水母。珍貴物種頻頻出現，反映當地嘅環境保育成效顯著。而家我哋就一齊探訪下呢啲珍稀物種啊！喺杭州淳安縣林業局野生動植物保護站嘅工作人員早前將一隻中華穿山甲送去山林深處放生，等穿山甲可以重返大自然。這個穿山甲呢，是一個村民在界首一帶附近發現的，然後後面呢，他就帶到了林業的部門來尋求幫助。工作人員完成檢查之後，證實係成年嘅中華穿山甲。年齡喺2歲以上，佢全身嘅鱗片同體態都非常完整，外表並冇受傷，健康狀況良好。我們在接收到穿山甲以後，也是對它進行了一個全面的檢查救助，待它符合放生條件之後，
我们选擇了一個適合它生存繁衍的國有林區進行放生，來確保穿山甲能夠在放生後得到有效的管護。蕭山區大村鎮嘅一處溪流排水口，近期觀察到大批晶瑩剔透嘅桃花水母。水母喺水中活動嗰陣，外形就好似散落嘅桃花瓣。根據生物學記錄，桃花水母擁有超過5億5千萬年嘅歷史，屬於遠古淡水活化石，已被列為國家極危水生生物，珍稀程度被視為水中嘅大熊貓。由於桃花水母嘅水質、水溫同埋周邊生態清潔度都有非常高嘅要求，只會喺完全無污染嘅水域生存，所以被公認為天然嘅水質檢測儀。今次已經係大村第3次記錄到桃花水母嘅足跡。數據反映當地嘅水質環境保育工作持續達到高標準水平。因為桃花水母就按照理論上講，它應該是對水質要求很高的，證明環境真的是得好。所以我的內心是很高興的。環境這個東西就是真的不正是要靠全人類，是每個人去負責的。大熱天時，好多人都中意食瓜果消暑，而喺被譽為中國白蘭瓜之鄉嘅蘭州高蘭縣，當地超過7000畝嘅白蘭瓜進入採收同銷售旺季。高蘭縣近年積極引進新品種、新技術同新銷路，新策略成功活化黃河沿岸嘅傳統農業，令白蘭瓜成為推動當地鄉村經濟發展嘅核心品牌。蘭州高蘭縣嘅白蘭瓜專業合作社內，大批工人加緊進行採收同分揀工序。為應付全國訂單，農田摘落嚟嘅白蘭瓜會先送往分揀區，由村民進行品質篩選，之後再套上防震保護網，同埋即場入箱包裝好。完成包裝嘅白蘭瓜喺倉庫整齊排列之後，再直接裝冷鏈物流車，運送到全國各大省市嘅批發同零售市場。每年我們這塊白蘭瓜種植面積大概有個3800畝左右，合作社佔了1500畝，然後每年的銷售大概有個80萬斤。現在有線上線下都在銷售，線上銷售現在基本上佔到60%左右。高蘭縣白蘭瓜可以喺市場建立品牌優勢，背後全靠有完善嘅農業技術支援。喺當地標準化嘅種植大棚內，甜瓜專家程雄利用專業儀器即時檢測土壤嘅濕度同酸鹼度，仲即場同合作社負責人商討制定當季嘅田間管理方案。透過科學種植技術，可以有效穩定白蘭瓜嘅質素，同時提升農產品嘅規格標準，為特色水果打開海外市場奠定重要基礎。現在呢，我們已經選出了這個非常好的品種，通過這個水肥一體化的這個系統，還有呢，通過我們的這個簡約化栽培，這個綠色、無公害防控的栽培技術，讓我們這個白蘭瓜的這個品質，得到了一個很大的提升。為咗保障農戶嘅種植收益，並且降低市場風險，高蘭縣近年積極創新經營模式，當局採取多管齊下嘅策略。除咗幫農民打通銷路之外，亦都持續投入於改良品種同改善種植技術，全力推動白蘭瓜產業向高產值同現代化方向轉型。在政策扶持方面，整合各類涉農資金，重點對標準化種植基地、合作社、種植大戶給予扶持和獎補，有效調動農戶種植生產積極性，對上爭取省級瓜菜產業園項目，配套白蘭瓜精深加工生產線、電商平台、育苗溫室、智能溫控等輔助設備，優化產業佈局，多措並舉推動產業提升改造。鳥瞰神州精彩在線，喺惠州永湖鎮一個佔地近1000畝嘅荷塘，最近迎嚟盛花期，荷塘上荷花燦爛綻放，畫面非常賞心悅目。節目嘅最後就透過畫面一齊去感受呢一幅夏日嘅美景啊！今集節目時間差唔多，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